喺2007年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宣布被譽為長江女神嘅鯨目類動物白鰭豚正式功能性滅絕。白鰭豚又叫中華江豚，係一種生活喺中國長江同錢塘江嘅水生哺乳動物，亦都係附近生態嘅頂級掠食者。因為具有獨特嘅聲納系統、合作方式同複雜嘅大腦結構，所以佢哋對軍事科學同生物學都有極高嘅研究價值。根據化石考證，佢哋至少喺2000萬年前就已經存在。一直以嚟，處於食物鏈頂端嘅佢哋生活得可以話係無憂無慮。佢哋對人類都一直好友好，從來唔會主動攻擊人。當地仲流傳住唔少白鰭豚拯救落水嘅人嘅故事。可惜，由於呢幾十年嘅工業發展破壞咗佢哋嘅生存環境，污染咗水源，引起咗過度捕撈，同導致咗好多起船隻撞擊意外。白鰭豚嘅數字喺短短50年內瘋狂下跌，最後被宣布功能性滅絕。所謂功能性滅絕，就係即使有少數個體存在，種族已經冇辦法繁衍。喺佢哋滅絕前，政府採取過好多唔同嘅措施，包括但不限於就地保護、遷地保護同立法保護，可惜都無濟於事。研究小組甚至嘗試咗靠把白鰭豚放喺人工飼養嘅環境入面，等佢哋進行交配。但係，身為擁有高智商同複雜情感嘅動物，白鰭豚同所有鯨魚、海豚一樣，冇辦法適應人造環境，亦都唔會馬上同陌生嘅白鰭豚進行交配，所以圈養係萬萬不可行嘅。最後，呢個物種始終都係走向咗滅亡。我個人對白鰭豚嘅滅絕非常之傷心。其實鯨魚、海豚類動物都係好高智商嘅個體，係最接近人類嘅動物。喺某啲方面，比如導航定位、單半球睡眠能力同大腦邊緣系統嘅發達結構，佢哋仲遠遠超過我哋以及任何最先進嘅科技。所以失去一種高級又對人類友好嘅動物係好大嘅損失。除咗物種滅絕嘅可惜，白鰭豚嘅滅亡仲象徵一個生態系統面臨緊極度嘅危害。作為長江食物鏈嘅頂級掠食者，白鰭豚嘅消失將會造成混亂。所以我哋應該盡力去保護其他現存嘅生態圈。如果人類社會想持續發展，我哋必須開始保護地球嘅環境。呢啲完全可以從日常生活嘅小事做起。比如平時飲水，盡量去使用可反覆使用嘅水杯，而唔係一次性嘅礦泉水水樽。喺出邊或者食堂食飯嘅時候，唔好點太多，盡量點自己食得晒嘅份量，唔好浪費食物，等等等等。凡事從小做起，保護地球嘅環境就輪到我哋呢代人負責啦。